来继续来到新竹的竹东，当地中央市场为着要防疫，朱智慧有规定，摊商拢爱挂喙罨，但是就是有人无照无来。朱智慧发现甲苦劝，对方的态度真歹，佫共呛声，双方就拍起来了。是甲当咧买菜的婆婆妈妈踹一大条。市场内4个人甲一个男子围起来，佫拍佫踢，引起众人的围观。火气遮尔大，竟然拢是为着喙罨。竹东的中央市场有将近400个单位，每天一透早就像安尼人真多。会有腥味，来，猪脚买了吗？就惊人伤多，造成疫情的扩散。朱智慧规定，伫遮的摊商拢爱挂喙罨营业，嘛希望来遮买菜的民众拢挂喙罨，较保卫造成喙内感染。被拍的男子的摊商伊无遵守规定挂喙罨，被管理员口劝，还佫呛声，双方火气真大，最后爆发集体冲突。2名那个管理员上前劝导，造成廖姓摊贩不满，那双方发生口角纠纷进而衍生拉扯。警方以刑法第150条妨害秩序罪来侦办，但是朱智慧也是强调，为着大家的健康，摊商营业喙罨一定爱挂。